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0年6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11节到17节，创世纪16章第1节到15节，启示录第2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起初的疼。希伯来书称亚伯拉罕做信心的老爸。因为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阵，伊就即时来跟对上帝，甚至迄个时阵伊还阁毋知影要去倒位。但是渐渐伫后来，咱看圣经的记载就知，亚伯兰甲撒来对伫即个生育的代志愈来愈无有信心，所以伊就失去迄个起初会疼家己来动手，想要来替上帝解决困难啦后来撒来因为挡袂牢夏甲的骄傲以及看紧，就开始歹对待夏甲。撒来落尾对上帝、对人拢失去迄个起初的疼心。创世纪16章第1节到15节安尼记载，亚伯兰的某撒来无生囝，伊有一个女婢夏甲是埃及人。撒来甲亚伯兰讲：上主互我袂死，求你甲我的女婢同房，检测我会当对伊来得到一个后生。亚伯兰听叹撒来的话。亚伯兰的某撒来就将伊的女婢埃及人夏甲，互伊的丈夫亚伯兰做某。迄时亚伯兰已经住伫迦南地10年，伊甲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孕。夏甲知影家己有身，就看轻女主人。撒来甲亚伯兰讲：我受委屈，拢是你害。我将我的女婢送互你做某，伊一个知家己有身就看轻我。愿上主伫你我的中间来主持公道。亚伯兰对撒来讲：伊是你的女婢，你会当照你的意思来对待伊。撒来甲伊苦毒，伊就逃走离开撒来。上主的使者伫旷野的水泉边拄着夏甲。迄个水泉就是伫要去苏尼的路中，上主的使者对伊讲：撒来的女婢夏甲，你对倒位来，要去倒位？伊讲：我对我的女主人撒来遐逃走出来。上主的使者对伊讲：你着转去你的女主人遐顺服伊。上主的使者佫对伊讲：我要互你的后代。坐甲算袂得。上主的使者佫对伊讲：当你怀孕，要生一个囝，要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，因为上主听着你的苦情。伊会亲像野驴仔，伊要攻击人，人嘛要攻击伊。伊要甲伊的兄弟做对头，夏甲就称呼迄位甲伊讲话上主叫做看顾的上帝。伊讲：我看见上帝，我竟然要活地，所以这个井就叫做比尼了海来。这个井伫加底斯甲巴勒的中间。后来夏甲甲亚伯兰生一个后生，亚伯兰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。夏甲甲亚伯兰生以实玛利了后，亚伯兰86岁。约翰伫这个启示录中间写批互各教会，其中对以弗所教会有真严厉的批评。上帝启示透过约翰安尼讲着，伫启示录第2章第1节到第7节，你着写批互以弗所教会的天使，讲正手停7粒星，伫7支金灯台的中间伫行的迄位安尼讲：我知你的所做，你安怎劳苦甲吞忍，
我知你袂用阮歹人，你嘛考验遐个自称使徒，其实毋是个人。看出因是白贼，你有吞忍捌，为着我的名忍受艰苦，拢无野善。毋久，有一项代志，我要甲你责备，就是你已经放弃了你当初的疼心，所以就会记得你对单位对落，就悔改，做你当初所做的事。若无，我会去你遐，将你的灯台对原位来闪开。不过，你也有一项可取的事，就是你嘛甲我同款怨恨哥尼拉党的行为。有耳孔拢的人拢通听圣神甲这个教会所讲的话。得胜的人，我要互伊食上帝龙园中间迄丛活命的果子。这个起初的疼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。基督徒信仰甲生活袂当脱离起初的疼心，爱会当坚持到第一天，来彰显咱是属于基督的。诗篇86篇11节到17节，上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。求你互我一个专一的心来敬畏你的名。主我的上帝啊，我要专心称赞你，我要永远荣耀你的名。你施了互我的慈爱遐尼大，有救我性命落阴苦的深的所在。上帝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规人强暴的人笑受我的性命，因无将你放伫眼中。主啊，你是仁爱恩典的主，无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。求你活过来看我，可怜我，将你的快乐赏赐予你的仆人。求你的女婢的囝，求你显示恩待我的证据，互怨我的人看着来见笑。因为上主你有帮助我，安慰我。主啊，帮助阮持守起初的疼心，拥有坚定的信心，来求得上帝的旨意，来甲主同行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